很多人都认为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问题，但您知道吗？年轻人也会受到影响。生活压力大、熬夜、饮食不规律，这些都可能导致血压升高。建议您定期测量血压，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，预防胜于治疗，这点特别重要。当谈及那些易引发身体炎症或上火的食物时，你首先会想到什么？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回答红肉。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建议，说要少吃牛肉、猪肉，觉得它们是导致身体出问题的元凶。但如果我今天告诉您，在一份真正会点燃我们身体慢性火灾的食物榜单里，普普通通的红肉甚至都排不上主角，在它前面还有好几位隐藏得更深、破坏力更强的重火犯，这些东西我们可能每天都在毫无防备地吃下肚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些隐藏在日常饮食中，真正伤害我们肠道、破坏我们健康的发炎食物的真面目，并且我还会分享一套最有效的自然疗法，来帮助我们扭转局面，重拾健康。在深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健康，请先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。这样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实用的健康知识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只揭示那些主流媒体很少会坦诚告诉你的健康真相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温暖的支持。若您或您的家人也正受到相关问题的困扰，也欢迎留言，我会尽我所能为您解答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发炎性食物。简而言之，发炎性食物指的是那些在我们身体内部引发慢性炎症反应的食物。炎症本质上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是好事。例如，当您不小心割伤自己或受到细菌感染时，伤口红肿发热，这代表您的免疫细胞正在积极工作，以对抗外来入侵并修复组织。然而，问题在于，当这种炎症反应持续存在并转变为慢性状态时，就像家中未关闭的水龙头，一滴滴的水虽然单个来看似乎无足轻重，但日积月累持续的潮湿会导致墙壁发霉、木头腐烂。慢性炎症也类似，它像一团不熄灭的火苗，持续低度地烧灼着我们的组织和器官，最终可能引发各种严重问题。医学研究已经揭示，许多常见的慢性疾病，如心血管疾病、第二型糖尿病、各类关节炎，甚至某些癌症和老年失智症，都与体内长期的慢性炎症状态密切相关。因此，为了保持长久的健康，有效管理慢性炎症至关重要。而管理炎症的一个关键策略是注意饮食，避免那些可能加剧炎症的食物。在深入探讨这些食物之前，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体内重要器官——肠道菌群。您可能听说过，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上百兆的细菌，它们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微型生态系统。这些平时看似默默无闻的菌群，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至关重要。它们负责消化食物，制造必需的维生素，并与我们的免疫系统紧密合作，保护我们免受有害病菌的侵害。一个健康平衡的肠道菌群，就像一个管理有序、和谐共处的社区，其中益生菌是守护者，而有害菌则被控制在少数，无法兴风作浪。然而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，有害菌势力变大，就会带来无数麻烦。那么，发炎性食物与肠道菌群之间有何关联呢？关系非常密切。许多发炎性食物的危害不仅在于它们本身能够引发炎症，更在于它们会严重扰乱肠道菌群的平衡。换句话说，发炎性食物往往是肠道内有益菌群的天敌。当我们摄入这些食物时，肠道内的有益细菌可能会受到抑制，数量大幅减少，而有害细菌和酵母菌则会趁机大量繁殖，导致菌群失衡。肠道内壁如同身体与外界之间的精密防线，若益生菌数量不足，有害菌过度增长，这道防线
便会变得脆弱，出现漏洞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肠肉，医学上称为肠道通透性增加。由此，未消化的食物残渣和有害物质得以进入循环系统，免疫系统一旦察觉到这些入侵者，便会启动警报，进而引发全身性的更大范围的炎症反应。如此一来，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使得身体难以保持健康。听来是不是很令人担忧？那么究竟哪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需要警惕的食品成分呢？其实它们一点也不陌生，就藏在我们的餐桌上、办公室的抽屉里、零食袋和饮料瓶里。让我们一一将它们揭露出来。首先，精制糖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食物，白砂糖、玉米糖浆、高果糖浆，这些经过提纯加工的甜味剂无处不在。它们不仅存在于蛋糕、饼干、含糖饮料中，还隐藏在番茄酱、沙拉酱等我们日常烹饪使用的调料中。为什么说糖是引发炎症的导火索呢？当我们摄入过多的糖分，血糖会急剧升高，迫使胰脏分泌大量胰岛素以降低血糖。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细胞对胰岛素反应减弱，即胰岛素抵抗，从而使血糖保持高位。高血糖环境会直接损害血管内壁，引发炎症。此外，过剩的糖分子还会与体内的蛋白质结合，形成有害物质糖化终产物。这些物质像铁锈一样，使组织硬化并加速老化，同时强烈地刺激炎症反应。另外，糖是坏菌和酵母最喜欢的食品。过量摄入糖分，相当于在肠道内为有害菌提供了丰富的食物，而有益菌则在旁边挨饿。研究明确指出，高糖饮食可以显著降低肠道内有益菌的多样性，增加有害菌的比例，破坏菌群平衡，从而引发肠道乃至全身的炎症。第二类是反式脂肪，堪称引发炎症食物中的重磅炸弹。反式脂肪主要存在于油炸食品、烘焙糕点、酥皮点心，以及使用了氢化植物油或人造奶油的加工食品中。在20世纪初，为了延长油脂的保质期和改善食物口感，人们发明了氢化技术，却未曾预料到这一技术会制造出一个健康的杀手。反式脂肪因其分子结构的稳定性，不易被人体分解和代谢，它会在细胞膜上累积，使细胞膜硬化并丧失正常功能。反式脂肪不仅直接引发强烈的炎症反应，还严重干扰胰岛素功能，是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增高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追求香酥口感的糕饼和油炸零食中，反式脂肪仍然普遍存在。第三类是某些植物油，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。长期以来，植物油被广泛宣传为比动物油更健康的选择，并非所有植物油都有害。但现代饮食中某些高度精制的植物油，尤其是那些富含 Omega-6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油，如大豆油、玉米油和葵花籽油，摄入过量时可能会加剧炎症。原因在于 Omega-6 脂肪酸在体内会转化为某些促进炎症的分子，它就像炎症反应的油门，适量的 Omega-6 是必要的。问题在于比例。我们的祖先饮食中 Omega-6 与 Omega-3 抗炎的刹车的比例可能是1:1或2:1，而现代人的饮食比例常常达到20:1，甚至更高。这好比我们体内的油门被踩到底，而刹车却失灵了，炎症的开关被打开就很难关闭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油的化学性质往往不稳定，在被反复高温加热煎炸时，会产生大量的氧化物和自由基，进一步刺激身体的炎症反应。第四类是加工肉品，包括熏火腿、培根、香肠和热狗等。这些经过腌制、熏制或添加化学防腐剂的肉类产品，也是发炎性食物的常客。世界卫生组织
早在2015年就将加工肉品列为一级致癌物，这主要归因于它们与消化道癌症和慢性炎症的紧密联系。加工肉通常含有高盐分、高饱和脂肪以及亚硝酸盐等添加剂。亚硝酸盐在胃内可能转化为致癌物质亚硝胺，刺激肠道并引发炎症。此外，高温烹调或熏制过程中还会产生多环芳香烃等有害物质，进一步损害肠道细胞。研究指出，大量摄入加工肉的人，其肠道内产生有害代谢物的细菌比例会更高。因此，当你食用培根作为早餐，或者三明治中加入火腿时，可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给肠道增加了负担。至此，你可能会好奇，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的首要因素究竟是什么？是糖、反式脂肪，还是加工肉？然而，真正最可怕、最应该被称为发炎之王的是现代的超加工食品，它们集齐了所有前述的不良属性，比如你所喜爱的披萨、汉堡、炸鸡、薯片、蛋糕和汽水。这些食品往往同时含有大量的精致淀粉和糖，来源不明的劣质油脂，各种化学添加剂，甚至还可能残留农药。这些超加工食品简直就是为我们的身体量身定做的发炎大杂烩。因此，如果要选出发炎食物的冠军，恐怕非超加工食品莫属。正是我们对这些方便美味的加工垃圾食品的沉迷，才让我们一步步陷入了慢性发炎的泥潭。为了进一步形象地解释这一过程，请想象您的肠道是一个繁华的城市，其中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居民肠道细菌，其中一些是勤劳且善良的建设者、益生菌，他们维持着肠道城市的清洁、安全和正常运作，而少数则是游手好闲的破坏者、有害菌，他们试图制造混乱。在正常情况下，建设者占据压倒性优势，使得城市和谐有序。然而，当人体大量摄入前面提到的那些发炎性食物时，就相当于为城里的破坏者提供了武器和粮食，同时又用毒素和障碍去攻击那些有益的建设者。这导致肠道内部开始动荡，破坏者利用糖分作为能量疯狂繁殖，而反式脂肪和氧化了的劣质油则像是在城市的防护墙上打洞，破坏了肠道黏膜这道防线。最终，益生菌大量死亡，有害菌趁势扩张，导致肠道屏障被严重破坏。当肠道菌群失衡发展到一定程度，其负面影响已不再局限于肠道内部。有害菌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毒素和炎症物质，会利用肠道屏障受损的机会侵入血液。这些外来物质到达身体各部位，导致免疫系统全面警戒，从而引发全身范围的慢性炎症。这种状态可能导致的症状包括腹胀、腹泻、便秘，也可能不表现出典型的肠道症状，而是体现在其他地方，如反复的皮肤过敏、不明原因的关节疼痛、难以缓解的疲劳、情绪低落等。长期下来，更严重的慢性疾病开始显现。听了以上所述，你可能开始担忧，一块蛋糕或一包泡面的潜在危害似乎相当严重，不禁让人怀疑，是否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。请放心，实际上，我们的身体具备强大的自我修复机制。通过实践自然疗法，我们能够主动恢复失衡的肠道菌群，熄灭体内的慢性炎症。关键在于调养二字，即调整饮食习惯，并提供适当的滋养与疗愈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深入探讨几种实用的自然疗法，涵盖饮食与生活习惯，以全面助力我们的健康重建。根本且最为重要的一步是调整饮食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切断发炎的源头，避免情况恶化。具体措施包括减少之前提到的发炎性食物的摄入，限制精制糖的摄入，将含糖饮料替换为白开水或无糖茶，避免反式脂肪和劣质油脂。
在选购食品时，应仔细查看成分表。此外，应减少加工肉类的摄入，仅在特殊场合偶尔享用。不仅需要减少不健康的食品摄入，还应积极增加抗发炎食物，如各种颜色的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全谷、杂粮，以及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鱼类。这些天然食品有助于培养有益肠道菌群，并直接帮助降低发炎反应。其次，通过补充益生菌来重建肠道防御机制。调整饮食，断绝坏菌的粮食供应是必要的，但若有益菌数量所剩无几，我们还需要主动补充益生菌。市面上有各种益生菌补充剂，然而更天然、更美味的益生菌来源是发酵食品，如无糖原味酸奶、韩式泡菜、德式酸菜以及味噌康普茶等。将这些发酵食品融入日常饮食，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养菌方法。它们不仅直接提供有益的活菌，而且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有机酸等物质，还能营造一个不利于有害菌生长的肠道环境。第三，协助身体的排毒系统。需要澄清的是，我们的身体内部拥有一个完善的排毒系统，主要由肝脏和肾脏执行。我们的任务是减轻它们的负担，并适度提供支持。首先，应尽量避免新的毒素来源，如减少摄入农药残留的食品，限制过量饮酒和药物滥用。其次，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来促进排毒，例如多喝水，因为水是最好的清洁剂。保证高纤维饮食，膳食纤维如同肠道的扫把，能吸附废物并促进其排出。此外，尝试间歇性断食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，这能让肠胃得到休息和自我修复的机会。第四，充分利用大自然提供的草药宝库。我们厨房中常见的香料和草药，如薄荷、洋甘菊、生姜和姜黄，都具有抗炎和促进肠道健康的作用。薄荷可以缓解肠胃紧张，减轻腹胀；洋甘菊则有抗炎和镇静效果，生姜有助于消化和抗炎。姜黄中的姜黄素是强力的抗炎成分，而大蒜的蒜素是天然的抗菌剂，能够抑制肠道内的有害菌。这些草药不仅可以加入日常烹饪中，也可以用来泡茶饮用，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帮助身体对抗炎症。综上所述，我们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由饮食、肠道菌群、炎症反应、情绪、免疫和代谢等系统组成。这些看似独立的系统，实则紧密相连，相互影响。发炎性食物，如同潜藏在餐桌上的隐形杀手，不仅削弱了肠道的防御功能，还引发了体内慢性炎症的连锁反应。而自然疗法则提供了一种温和而有效的解决方案。好的，让我们快速总结视频讨论的核心内容。我们摄入的发炎性食物会破坏肠道菌群，进而引发慢性炎症，影响全身健康。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，运用自然疗法来恢复肠道健康，消除体内的炎症，从而获得健康活力。愿今天的分享能给您带来启示。您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在为您的健康投票。下次购物时，不妨多思考一下那些有益肠道健康的好居民，优先选择绿叶蔬菜和新鲜水果。不要忽视这些日常的微小改变，持之以恒，那些在体内肆虐的炎症必将逐渐消退。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内在环境。到那时，您不仅能摆脱炎性食物的影响，还将拥有一个更健康、更有活力的自己。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您认为本期节目对您有所帮助，请不要犹豫，给予您的认可和支持，并请分享给您的亲人和朋友。如果您渴望接收更多经过科学验证、实用且能切实改变生活的健康建议，请务必订阅本频道，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与您相见。